瘟疫的病毒在四处的肆虐。我们看到美国今天的疫情已经决定要锁国，美国锁国之后，还面对全世界经济多大的冲击，我们马上就会看见对台湾的影响。我想这个时间点再讲这些个人的政治议题，实在是我们真的无言以对。说要选桃园，这个时间点有人刻意放话，是不是？我想在全世界，亦或是在我们台湾，这个是一个人类的浩劫。瘟疫的病毒在四处的肆虐。我们看到美国今天的疫情已经决定要锁国，美国锁国之后，还面对全世界经济多大的冲击，我们马上就会看见对台湾的影响。我想这个时间点再讲这些个人的政治议题，实在是我们真的无言以对哈。我想我们好好的把聚焦的重点拉回我们国家要如何来防疫，如何对受难的产业如何纾困，以及未来怎么振兴台湾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更是一个国会议员责无旁贷的责任。我想我们积极做好这些事情。对于任何的政治的揣测，我想这次我们把大家摒弃掉这一切，也不分朝野，好好的来支持行政院做好防疫的工作，守护台湾。我想我们从2月份开议以来，到3月4号立法院的委员会正式的开议到现在，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每一位国会议员都全力的在为我们国家防疫的工作在努力，大家不分党派，就是要支持我们的政府，守护台湾人民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灾难。我想其他的这些政治的这些联想，或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，我想此时不要再做政治的议题的操作，我们好好守护台湾人民的健康，好好守护我们的国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好好守护人民的健康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。我们好好做好这件事情，让台湾走过疫情，走过黑暗，让我们所有2300万人一起面对阳光。而且疫情过后，希望台湾的经济依然是昂首向前，持续的繁荣发展，这才是人民之福。